可能要来做这转型正义，内政部推动全台湾叫做中正路和经国路的这路名拢爱改名，引起讨论。内政部长刘世芳今日表示，改路名企图雕像若阵有困难，中央地方和在地居民有共识了后，才来推动。 台南市汤德奖大道路牌顶会当看到加决号的原中正路。根据台南市民政局资料统计，台南市拢总有15条中正路，沿路的住户有12983户，差不多24328人。面对内政部有意搁推动全国中正路改名，市民是安尼想。会有影响，就不方便啊，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叫中正路了。阮的固定一家中正路固定啊，要改住所。市长是有时候以影响最小的区域，当然去了解一下他们住户的意愿。台北市树林区原来有中正路，若要改路名，爱建筑物所有权人1/5以上人数，意见调查嘛要有3/4以上同意，才经审议通过办理。桃园需要建物所有权人超过1/5人数办理意见调查，超过2/3同意才核定。 道路改名，民众爱换身份证，包括门牌、房屋所有权证，也甲路牌，拢都爱改。赞成是可以改啊，因为他想去掉两蒋时代的那种，很多都是他们家的名字的。历史本来就是应该要留下一个痕迹，为什么要改？ 根据行政院统计资料，全台湾中正街路项，台南市41位，全台湾的冠军；高雄市32位，桃园市31位。统计全台湾拢总有311位。若是全台湾介绍街路项有29位，经过街路项是有9位。对于内政部要改名，台南市长吴伟铁表明不一定一概都爱改好，不过希望达成转型正义。台南市长罗秀燕讲，中央劳民伤财，强烈反对。 我只有一句话，这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。我再讲一遍，这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。如果有困扰的话，那大概就是要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还有在地的居民能够有共识，我们再来推动。内政部长刘世芳讲，转型正义是人权问题，袂当讲有钱则做，无钱就卖做的态度。啊，不过安怎得到中央地方甲居民3方面的共识，恐惊爱阁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